牧师没有听到你的声音。牧师，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呢，我是不是要重新加入？不是，这样有听到声音吗？有，现在有听到了。好，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来进入《使徒行传》第28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端龙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这美丽的清晨，我们要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开启我们的耳和心门，透过牧师的讲解，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活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的第18章可以看见保罗开始第3次的布道旅行，从18章的23节开始。那出发点动机是为了要兼顾之前所传福音、所建立教会，还有所设立长老以及众门徒的信心。那么也看见传道的人需要悔改重生因为亚波罗他还没有知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那意思就是还没有去经历，还没有去认识在圣灵里面的重生。那在这个以弗所，保罗把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那留在以弗所，也在那边来造就成全了亚波罗。特别对亚波罗的栽培也在于讲解上帝的道。那当亚波罗接受装备去到了哥林多，去到了亚该亚省，那他就面对的犹太人都能够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来驳倒这一切的犹太人。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当中，保罗也来到了以弗所的地区，那也成为他3次旅行当中待的最长最久的一个地点。那么请端龙执事带我们来读19章的第1节到第10节。麦克风要打开。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旅行经过内陆地区，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一些门徒，就问他们：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回答：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有圣灵这回事。保罗又问：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呢？他们回答：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约翰的洗礼是为那些悔改了的人行的。他告诉以色列人民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他们一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领受洗礼。保罗为他们按手，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灵语，又宣讲上帝的信息。他们一共约有12个人。一连3个月，保罗照常到会堂去，大胆地讲道，跟人家辩论上帝国的事，劝人归信。他们当中有些人顽固不肯相信，在会众面前公然毁谤主的道路。于是保罗带着门徒离开他们，天天在推拉努讲堂进行讨论。这样的工作持续了2年，因此所有住在亚细亚省的人，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听见主的道。谢谢。那保罗当亚波罗离开以弗所，去到了哥林多传道的时候，那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那从安提阿出发，那一路来到了以弗所。那么也记得在前面的18章，第2次布道旅行要回去的时候，保罗也经过了以弗所。那保罗把百基拉、雅居拉留在以弗所，那也到犹太人的会堂辩论，在那住一段的时间。
但是他要离开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会堂的人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保罗说：“上帝若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那果然这个事情很快就成就。所以18章到19章，这个中间感觉好像就是连在一起。那其实已经是一个第3次布道旅行。那保罗果然也看重上帝的带领，那回到了以弗所。那他来到以弗所，已经有这边有门徒。那这些门徒呢，可能也是保罗从哥林多回来的时候，第2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所建立的、所开始教会的门徒。但是也有可能遇到这些门徒，并不是保罗所带出来的门徒，也有可能是亚波罗，就是他把百基拉、雅居拉留在这里之后所带出来，或是亚波罗所带出来这些门徒。但是保罗呢，问他们一个重点，就是这些在以弗所的门徒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那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没有，而且连圣灵是什么听都没有听过。那保罗的第2个问题是：那你们接受的洗礼，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呢？他们的回答是受了约翰的洗礼，那就是指施洗约翰水的洗礼、悔改的洗礼。那这件事情，在这里出现呢，相信路加安排在这里，一定从18章就开始铺陈这件事情，到19章，那一定有他的强调的重要性。那保罗呢，在这里做了解释。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好，那从主耶稣在传道以前，那约翰比这个主耶稣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出生半年。那而且他也在这个约旦的河边，呼吁人来洗礼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但是至于悔改之后要做什么，那还是需要悔改，接受上帝的救赎，接受上帝的儿子。那所以保罗解释，那些接受约翰洗礼悔改人，是要在信他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在施洗约翰后面的那一位，因为施洗约翰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那施洗约翰的影响力，我们读路加福音就可以看出来，施洗约翰的影响力非常的大，甚至很多的犹太人都来到了约旦河边洗礼，甚至施洗约翰的影响力不是只有在耶稣的出生那个世纪，一直到主后的第2世纪、第3世纪，这个施洗约翰在犹太人圈中的影响力还是相当的大，因为他是这个亚伦的后代，是祭司家族的后代，而且他的出生他所经历的这些父母亲所经历的神迹，那他们这些以弗所的门徒听到保罗这样说，就说那他们就要奉主耶稣的名领受洗礼。那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第一个受了洗礼是约翰的洗礼，现在要奉耶稣的名受洗。那请问这样是不是受洗2次？那在圣经当中看到有这2次的洗礼，一次约翰，一次是奉主的名受洗。这里看起来好像是第一批，但其实耶稣他自己本身在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那就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那同时也是受了圣灵的洗礼那还有这些其他的，只是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那他们这一群以弗所的门徒受洗之后呢，保罗为他们按手，所以可见这里有不仅是第一个是要奉主耶稣为他们洗礼，第2个呢，保罗也按手在他们的身上。那这里提到，当保罗按手之后，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而且他们大约有12人。所以这个一连串的组合，就是要强调他们是受约翰洗礼，到他们要受奉主的名受洗，然后呢受洗完再加按手，按手完再加上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那怎么知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开始说灵语，这个方言呢就是灵语，用灵语来祷告。还有呢说预言，预言呢意思就是指宣达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那我们在前面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那一天，那彼得又起来讲到说，这个现象就是先知约珥书所说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要见异象。那
最后的重点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必得救。所以在这一段以弗所保罗为门徒洗礼的经验当中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特例，不是一个常例。如果把这一段当作说每一个人都要领受方言，每一个都要这样子一定的话，那就会非常的强调，受洗完还要按手，按手完还要圣灵充满。怎么知道有圣灵充满？就是一定要说方言，一定要说预言。但是我们看到从前面到这里，还在从这里到后面，这个事件呢，其实是在做彼得和保罗的一个服事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8章14到17节，这个使徒腓利去到了撒玛利亚人的地区传道之后，开始就有人信主，但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反倒是彼得去为他们来按手，为他们祷告，以及使徒行传第10章44到48节，这些的外邦人、撒玛利亚人信主，还有意大利的哥尼流这个百夫长全家的信主，都是透过这样子的按手。那特别是在哥尼流，彼得还在考虑要不要按手的时候，圣灵直接先充满在他们身上。那彼得才后来说他们的领受跟我们都一样，那这都是上帝的心意，才为他们来施洗按手在他们身上。所以这几个事件呢，我们要从彼得和保罗对照来看，那这是路加刻意在这里的铺陈，而且约有12个人，那这个也是有一点象征性的数字，就是路加也不能肯定就是12个人，那约加上那个约，大约12个人，那让我们想到就是12使徒那这有可能就是说前半段呢是彼得行传，后半段是保罗行传。那彼得呢，他带领12使徒，那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呢也有外邦的使徒，也有12使徒向外邦人来传福音。那无论如何，这12个人所做的事情在后面的8、9、10节，那保罗就在这以弗所带着这个被圣灵所充满，不认识耶稣，知道悔改，认识耶稣，认识圣灵之后，那他们就跟着保罗一连有3个月，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来放大胆地讲道，辩论神国的事情，来劝这些犹太人就要来信耶稣。那一样那也有一些犹太人心里面就刚硬顽固，不肯相信，那就在会堂在众人面前诋毁毁谤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保罗就离开他们，就不在会堂。那这次去哪里呢？这3个月在会堂所撒的种子，有一批人跟着保罗，那就来到了以弗所，有一个叫推拉努学堂，推拉努讲堂。那推拉努这个名字呢，是一个拉丁的名字。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指独裁者，或是指暴君独裁者、暴君。那这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吓人。那但是这个推拉努呢，这可能是一座的讲堂，是一个讲论的地方，不是只有犹太人，好像所谓民间的私塾一样。那保罗就在这里天天辩论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保罗他的传道真的就从会堂来到了讲堂，好像就到了社区的活动中心，就到了这个民间当中，不是只有在犹太人圈圈。那所以这些跟着保罗在以弗所的门徒呢，这次的时间总共停留有2年，所以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2年，至少2年3个月。就是这里有3个月犹太人会堂，再加上2年在推拉努的学堂。那这样子是2年之后呢，因此所有住在亚细亚省的所有的人，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这不是保罗一个人走遍亚细亚，而是保罗在以弗所带着这12门徒，甚至有可能这个百基拉、雅居拉，这时候如果也都还在以弗所，那这里至少有很多的同工。虽然亚波罗已经去到了哥林多，那所以亚细亚有多大？这里有好几个省：美西亚省、吕底亚省、加利亚省、弗吕加省、吕加省、比西底、庞菲利亚，大概这一带的地区。但是亚细亚主要的还是以弗所为主的这个7间的教会。那这个启示录当中的7间的教会
那就是让所有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接着再请端荣姐带我们来读11节到20节。上帝借着保罗行了些奇异的神迹，甚至有人把他用过的手巾或围裙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疾病就消除了，邪灵也从附着的人身上出来。有些到处招摇、驱邪赶鬼的犹太人也想假借主耶稣的名来做这种事。他们对邪灵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出来。”做这种事的是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儿子。但是邪灵回答他们：“我认识耶稣，也知道保罗是谁，可是你们是谁？”那个邪灵附身的人就猛烈地袭击他们，制服了他们，他们都受伤，衣服给撕碎了，狼狈地逃出屋子。所有住在以弗所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听见这事，都很害怕。主耶稣的名从此更受尊崇，有许多信徒开始把他们以往所做过的事公开坦诚地承认出来。许多行邪术的人带来他们的书堆在一起，当众焚烧。他们计算这些书的价钱，总共约值5万银币。这样主的道普遍传开，大大兴旺。以上。谢谢。那在以弗所，除了这有推拉努的学堂，天天的辩论，向亚细亚所有一切的犹太人、外邦人传福音。那在这里路加也记载了一个事件。那这个目的呢，也是可以隐约让我们看出来，就是在跟彼得做一个对照和对比哦。那神借着保罗行了奇异的神迹，甚至用保罗用过的手巾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消除，邪灵也从附着的人身上出来，甚至这个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使徒行传第5章12到16节，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他们在圣殿在耶路撒冷只要走过的地方，连彼得的影子被彼得的影子所照到的，连病人病都好。所以这里用保罗手帕彼得的影子，那就是有一个可以让我们隐约感受到路加有意就是要做彼得和保罗的对照。那这个邪灵的部分呢，也提到了有一群人是犹太人，他们招摇撞骗，他们叫做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驱魔师哦。那他们却在这里提到说，假借主耶稣的名，向被邪灵的人来赶鬼。那假借主耶稣的名，我们看他怎么说呢？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出来。这句话其实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虽然他是加上了保罗，又加上了耶稣，他就说我是奉保罗所传的那位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就是命令你们这些邪灵污鬼出来。但是这里的问题呢，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鬼没有出来，好，那看到就是第一个，他们没有权柄，表示他们的命令没有鬼都不听，鬼也不甩他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样搬出耶稣的名，鬼却不怕他们？我们来看这鬼怎么说呢？邪灵对不起，做这些事的人是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7个儿子所以在这里也是间接的。士基瓦的意思，士基瓦是一个拉丁名，就是会读心、读人的心，会看穿人的心。这个士基瓦有7个儿子，可7个儿子呢，却是在招摇撞骗念咒赶鬼，那就是在壮大借着老爸的名声，他老爸是祭司长，不是大祭司，但是祭司里面的这个已经是属于领袖 leader， 但是他们出去赶鬼呢，这一次呢，他们发现在以弗所这个保罗跟他的门徒们很会赶鬼，所以他们也来赶鬼，可是鬼却不出来。鬼怎么回答呢？我认识耶稣，也知道保罗。这下鬼还替耶稣替保罗做广告，所以你们是谁？你们老爸是谁？应该照理讲，对犹太人圈来讲，这7个人的老爸士基瓦，应该就好像是我爸是什么议员，我爸是立委，我爸是警察所的局长等等。可是呢，这种
富二代、白二代，好，就却被鬼修理了一顿了，好，所以邪灵呢就猛烈的袭击他们，制服他们，好，所以他们这下呢，好，让鬼呢在他们身上不仅是受伤，连衣服都撕碎，好，所以这个邪灵，直接在他们扑在他们身上。那这个事情呢，好让谁得到最大的益处呢？没有想到，居然不是士基王，也不是他7个儿子，反而是耶稣和保罗的名也都传得更开，因为连鬼都认识了耶稣，鬼都认识了保罗，因为这个行业呢已经行之有年，所以他们很需要有人来赶鬼。这下子鬼说他认识耶稣，也认识保罗，真的连鬼都出来为耶稣、保罗打广告。那这个广告的效应呢，就是以弗所许多的信徒开始把他们以往所做过的事情公开的坦诚出来。那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地方有人跟士基瓦的儿子们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是在念咒、在赶鬼、在行邪术。那这里承认公开所代表说，他们能够行这些的法术邪术，是因为他们必须要遵守保密条款，必须要秘密，不能够跟人家讲。他们如果跟人家讲或是说出来，那他们所做的事情就不再有用，就不再有效力了。所以等于是意思说他们放弃了这样的行业，放弃了像士基瓦这7个儿子所做的事情。那他们就是要来归信，甚至19节又提到行邪术的人把他们的书带来烧，这些书的价值呢有5万银币，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就是1个银币，那可以想象5万个人一天的薪水到底有多少。所以这里提到前面是推拉努学堂，让亚细亚的犹太人、外邦人都听见主的道。这一次呢是士基瓦的儿子赶鬼，那偷鸡不着18米，反而让主耶稣和保罗的名声，主的道就大大兴旺，普遍来传开。接着再请端荣姐带我们来读21到27节。这些事情过后，保罗决定取到马其顿和亚该亚，到耶路撒冷去。他说，到了那里以后，我也必须访问罗马。于是他打发他的2个助手提摩太和以拉都到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省。就在这时候，为了主的道路，以弗所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乱事。有一个名叫迪米特的银匠，以一向以制造银子的雅迪米女神庙模型为业，这行业使许多匠人获得厚利。迪米特召集了这些工人和所有的同业，对他们说：各位，你们知道我们的繁荣是靠这一行业的，现在你们已经听见也看到这个保罗在搞些什么。他说人手所造的神都不是神。这话已经使以弗所和几乎全亚细亚省的许许多多人相信了。看来我们这一行业有蒙受恶名的危险。不但这样，连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轻视，一向在亚细亚省和普天下受崇拜的女神的尊荣也要遭受破坏。以上，谢谢。那这个士基瓦的儿子们被搞得一人灰头土脸之后，保罗也决定，就是他可能决定要离开以弗所，因为待了2年3个月，已经更久的时间。那他的离开就是说，他想要先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回去耶路撒冷之后，他已经有一个计划，要有第4次的旅行，去哪里呢？这里提出他要去罗马，所以因为要传福音直到地极，那他也打发2个助手，就是提摩太和以拉都，先往马其顿去。马其顿指的呢就是指腓立比，那自己就留在亚细亚省，就是指以弗所。那他派提摩太、以拉都去到这个腓立比的用意呢，可能就是要让他有第4次旅行的准备。那么之前有提到腓立比的这个吕底亚信主的这个妇女们，对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有很大的帮助。那这时候呢，
以弗所发生的乱世，就是叫做底米丢或是底米特的银匠。底米丢是这个希腊女神的名字，那这个银匠呢是一个男子，却用女神的名字，所以他是这个有点像妈祖的儿子、干儿子这种意思。好，那他专门在制作银龛，和本翻银龛，就是银质的神庙模型。那就是雅典米女神庙，昨天我们有介绍过。好，那这个有120根，这个5层楼高的柱子哦。好，那这个行业让许多人得到厚利，就好像在这个镇澜宫旁边卖纸、卖香油钱等等的。那底米丢呢，召集同行的说：好，我们这就是靠这个赚钱，靠这个发财。可是保罗在以弗所这样子一搞呢，他说什么？说人手所造的都不是神明，这已经让我们这个行业呢受到了藐视，受到了危险，连这个庙都要被看轻了。那所以他开始在怂恿同行的人，就是要来攻击保罗。接着再请端荣姐他们来读28到34节。群众一听见这些话，就狂怒起来，大嚷说：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女神多么伟大呀！于是骚动蔓延全城，报名抓住跟保罗同行的2个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一起冲进戏院里去。保罗想走到群众面前，但是门徒们不让他进去。还有亚细亚省的几位领袖是保罗的朋友，也派人去劝阻保罗，叫他别冒险到戏院里去。这时候整个会场乱哄哄的，有的喊这个，有的喊那个，多数的人不晓得他们聚集在那里是干什么的。犹太人把亚历山大推向前去，有些人以为这件事该由他负责，于是亚历山大做个手势，要发言向群众分述。可是当大家认出他是犹太人，就一起呼喊：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女神多么伟大呀！这样一直呼喊了2个钟头以上。那这个底米特就是这个银匠的所煽动的这个群众呢，果然非常的有效。那他们就一起要起来捍卫他们的这个以弗所的妈祖。那他们就抓住了保罗，还有另外的两个马其顿人，就是该犹和亚里达古。那这该犹呢，可能就是18章第7节这个提多犹士都，在哥林多会堂的隔壁。那还有一个亚里达古呢，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最好的统治者。那应该都是保罗跟着保罗的门徒，那也有可能就是那12个受洗的其中的几位。那他们呢就一直被架到要冲到这个戏院里面去哦。那保罗想要进去救他的同伴，但是呢被门徒拉住。还有几个亚细亚的这些领袖也去劝阻保罗，叫保罗不要进到戏院里去啊。好，那这就是以弗所的戏院啊，这个剧院，好，那非常的大，可以坐好几万人。那他们可以在那边喊2个小时啊，你可以看见当时这个气势或是这个声势是非常的吓人。好，保罗一进去呢，可能就被当作野兽一样，这个群众的疯狂会让保罗没有了命。那这时候整个会场就乱哄哄喊叫，但是很多人，路加也说点破他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就是来看热闹，来这边被动员的，就是来这边站台的。那后来呢，就有人推出了这个犹太人的亚历山大，认为呢应该由亚历山大来发言。那亚历山大呢，本来要来发言，那这亚历山大是谁？不太确定。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呢，就是保罗在最后提摩太后书第4章14节讲的那个铜匠亚历山大，他怎么样来陷害保罗？这件事情记载在提摩太后书，把它连结是同一个人，那也有可能，但是资料较少，没有办法确认。但是这亚历山大还没有这样办法开口呢，就被犹太人被这些的以弗所人的声音盖住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就一直疯狂的喊着他们的妈祖雅底米女神多么伟大，连喊了2个钟头。好，最后35节到41节，请端荣姐他们来读。最后，那城里的书记官把群众安抚下来，他说：以弗所人
谁不知道以弗所城是守护大雅底米女神庙和那一块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石的？既然没有人能否认这些事，你们就应该安静下来，不可有鲁莽的行动。你们把这些人带到这里来，可是他们并没有盗取庙中的东西，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如果迪米特和他的同业要控告什么人，自有规定的开庭日子和听诉讼的官长，他们可以对质。如果有其他的事，也可以在合法的会议中解决。像今天的暴动，我们难免要被追究责任的。这一切的纷扰是不对的，我们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说了这些话，他们就把聚会解散了。以上。谢谢。那这个暴动呢，好，最后也促成保罗好他要离开以弗所的一个动机。那这动机就是后来是城里以弗所城的书记官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他讲话是有分量，因为这亚历山大想发言没有办法发言，让群众疯狂喊2个钟头。是书记官呢怕这个天下反的，那就劝教以弗所人要冷静。说以弗所的这个雅底米女神呢，谁不认识呢？甚至说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圣石。那么昨天有提到，它就是一个陨石。那因为上面的形状，让这些人以为就是一个女神的乳房，代表着丰收，代表着生育。那但是呢，这个书记官，那他也说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事情，所以呢不可以鲁莽的行动。那这些人呢，现在被带来的该有亚里达古这些保罗以弗所教会的门徒使徒他们来到这边，他们第一个没有偷东西，第二个也没有来攻击亚底米女神。那如果迪米特和他的这些同行要控告的话，在罗马人的规矩有公堂，就是有开庭，他们有这个罗马法律可以开庭。第二个，他们也有省长，他们可以来找省长来对质诉讼的长官。如果还有其他的要控告的，也有合法的集会。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集会呢不合法，而且这集会呢这么多人还霸占的剧场，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占领，那好像占领立法院一样，那这个是不合法的。所以40节这个书记官呢很有智慧，那也搬出了罗马的法律，说今天的暴动如果继续下去，到时候上级追究下来，大家都日子不好过。所以而且我们现在没有什么理由，所以就讲完就把群众解散。所以这个事件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所以从第2次布道旅行、第3次布道旅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每次出来传道的这个结束呢，或是离开呢，都跟所引起的这个动乱有关系。所以17章第6节，也是这个控告保罗他们是搅乱天下的人在帖撒罗尼迦也引起了暴动。犹太人说他们是搅乱天下。那从今天这一段经我们看见，如果没有听过圣灵，那就没有办法领受圣灵的恩赐。即便已经悔改，即便已经受洗，可是连圣灵都没有听过，那圣灵的恩赐更就不可能临在他们的身上。那保罗也在以弗所2年的教导推拉努学堂，他跟他的门徒们至少有12个门徒，让整个亚细亚地区都听见主的道。那也看见士基瓦的7个儿子擅自利用主的名，没有得到权柄，也没有得到主的差遣，反而呢自己去赶鬼，就为自己开了一个破口。那最后也看到这个银匠为了财力，为了保住他的饭碗，所产生制造的混乱呢，对比这个城里面以弗所的书记官，他用一句话就来摆平，就来搞定。那也让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个环境和背景。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在以弗所停留布道旅行当中停留最久的地方，也透过这些的门徒们的受洗，还有领受圣灵，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让亚细亚省许多的省份都能够听见主的道。主啊，我们今天何等需要有这样子的圣灵的浇灌，让我们能够把握传福音的机会，也能够让所有住在桃园地区、住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的人都能够来听见主的道，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我们遭遇逼迫、遭遇攻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艰辛的来依靠主，也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慈爱是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这样子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谢谢端荣姐，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